19岁的扎西楚。来那儿。哎，对的。欢迎帅，扎西楚。学生嘛，肯定是。这样。他自己摆，其实他们拍视频。他拍。文木一直抱着他的。哦，哪个文木啊？王木的嘛。王木抱着他，然后那个要给他拍个。哦，拍照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咋不能来哦？在找什么？哦，他们那个。我吉祥八宝。嘿，真有意思。那个是谁？是那个。哦，哇，那么远哦。不要到处乱走。
可以不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试一试啊。对。双方把做好，他还是不用完整版啊。正地，他还会只是什么？声音好小啊！该把那个五金那个音拿来。可以了。手动呢，我以前也是用手动，但是挺容易聚焦。OK，停。
就在那个前边往这走，往这走。看看，往这边一走，这边。好高哦！时尚片儿，对。接着。再放大一点。太大了，太大了。1.5倍。喂，大型大。长焦在拍在上面，开始去抓视频。这个对焦不行。这个我找一下对焦不行。他其实是很强的，他们是杀手。他其实是天天比较疯的。网络又有问题。定那个离谱，定那个离谱。这个吃棒棒糖，我要吃猪柳，我买猪柳。网络有问题，一下就掉了很多，网络要现在正常了，网络稳定，WiFi，行了，你想把打火的累死了？不会，这样天气可以。他们的角度拍的，拍小叶子上面。哟，这个了。